福起来嘞，但好看啊，希望嘞，大家来สู่看啊。好多我哋谈到呢，係藝人來自台灣粵劇團嘅總思璇而創嘅藝人客家山歌。我做乜嘅藝人呢？台灣粵劇團嘅思璇，我從客家嘅山歌咯。因為思璇嗬，伊即個嘛唔係客語，但是以前睇我哋咧台灣戲劇學院嘅時節，都有學過我哋嘅客家戲。但是廣東我哋台灣粵劇團其實粵劇係來自我哋中國河南的一種劇種，而來台灣有差唔多有60年咧，喺台灣有一啲我哋咧台灣嘅粵劇團也嘅一啲團種。咁我哋今日有唱到嘅思璇咯，頭都一看都地講，其實可能有學過客家戲，其實重點嘛學過我哋河洛戲。但是今日聽我哋台灣粵劇團，我就馬上嚟訪問我哋思璇，同我哋講而即係喺台灣嘅傳統戲曲嘅一啲形成嘅過程。我哋馬上訪問今日來賓莊思璇，嚟看上思璇好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台灣粵劇團嘅莊思璇。思璇，佢一開始創啊，就是感覺到人講起雞馬皮嗬，跟住雞皮疙瘩掉滿地咧。做嘛？因為我哋冇想到講我哋客家山歌係用按傳統嘅一種，能講唱腔來唱出來。因為頭一開始嘅時候，我哋都同觀眾朋友細個講，其實這個唔係客語。咁當初睇我哋戲曲，我哋咧台灣戲劇學院嘅時間，當我做冇會選客家戲種，也會學戲來學也會睇啲學戲嘅一啲選擇咯。一開始呢，其實我唔知客家戲劇係乜嘅東西。其實我第一個想法呢，因為我係媽媽學台嘅，故所我看媽媽按辛苦嘅賺錢，我自家咩想老媽媽聽書，老佢唔是按辛苦，故所呢我就去報名呀戲劇學院，因為佢係公費的學校，讀書基本上係唔是錢，就一時嘅學雜費。第二呢，我希望自家做得好學習了一技之長。故所呢，這兩時其實有河洛戲、客家戲，還有音樂科。這兩時我想，既然要選，我就選自家完全唔曉的客家戲曲。係啊，這兩時就報名咧。後來咩清好彩，就一路紅就有考到嘅客家戲曲。我問一下，幾時他們讀寫啊？這兩是12歲，聽聽。12歲，12歲生日呢？你看伊這個已經會遇到以後嘅媽媽的想，希望講12歲生日，你看伊都開始會遇到家庭的想。剛開始你這個想到開始學先客家戲嘅時節，因為唔係講真是係客人的話嗬，其實唱戲係一件事情啦，講話學呀客家話係一件事情。對我來講有幾難？真難哦，因為你客話唔係我從細講嘅話，係從細較多嘅就係華語嘛。老阿婆講嘅就係河洛話，故所我真經係完全對頭學習。先生講乜解，我就講乜解。嗰時都一對四啊，你好。咁其實唔好像我講，哎呀，做田啊都學河洛話嘅，即係河洛語，跟住都可以都按你話講嘅。咁其實要想愛放棄冇？我想愛放棄嘅部分呢，其實係練功嘅部分。係練功嘅部分，嗰時唔係學講客家話嘅部分。唔係呢。練功其實我想第幾條，因為嗰時就學我咪有啲親戚，而咪係對我哋台灣戲劇學院學開始讀書嘅。而嗰時亦係做老生啊。但是伊講一般些時間，還是要我哋講大班茶。學基本功，明日早晨做下咧，係咪真係嚟咯？係啊，嗰兩時5點半就會放鬆。5點半都放鬆。早晨6點，我讀書練功到暗晡8點半。但是我意思有啲問題，你講我哋咪常常會講我哋分成聖誕節末籌嘛，嗬。佢比如講我係小生，我係咪行出一路按優秀啊？
我學幾道基本功下，一開始學習嘅時間，乜嘢都會學。全部都會學。就係基本功、打輕調，還有刀啊、槍啊，唔過到國中1年生嘅時間，會分角色，生旦淨丑安尼。分了後，你就會比較專精的去攻那個行當，安尼講，係啊。嗰時候其實都唔是從基本功嘅東西，但是最基本嘅時間，變成每一個人都愛識安尼嘅基本功嘅課。我唔錯。其實按你算法呢，其實蠻多差不多12歲到13歲。12歲其實差唔多就1年嘅時間。1年嘅時間嘛，乜嘢都好。係啊。其實我上路卡冇。其實有呢。一開始，按你講就會冇習慣啦，因為練功時常唔啲似家係流汗還係流木子。係啊，因為像按你打輕調嘅道理，慢慢的。一開始30秒，非常的輕鬆。但是呢，1分鐘、2分鐘、3分鐘、4分鐘、5分鐘到10分鐘，哇，很痛苦啊！鼓手啊，其實一開始我係大家睡眠嘅時間，我要去加溜木子。不過我因為我講我係慢慢學台嘛，冇像本期呀按辛苦。就會冇想必人擔心啦，係啊，咩冇老佢講啊，真係係講佢擔心了啦，所以還是把那個苦吞下來，繼續。後來你這個行嘅係武神嘛，吼，嘿，武神嗰時候其實幾時節練下來嘅大嘅，其實後來變武神地步，其實對人嘅體力嘅一啲訓練來講嘛，其實係做幾大嘅幫助呢，吼。有呢，以前我記得我寒暑嘅時間身體時常較無好，一年就太平一擺，一年一天哦。後來又有練功嘛，慢慢的身體啊，就會外表可能壯碩一些，然後身體就冇按，就像我剛剛講的冇一年太平一擺，慢慢的變得不雜，吼，冇咁健康嘅。加上佢都唔喺度學起我哋咧，客家戲曲呢嘛，吼，咁客家戲曲呢入邊頭都要講，先生係一句話教。因為我哋講其實唱戲和唱客家戲，同講客家話其實兩個冇共樣。而且唱嘅時間，唔知個音調準唔準？因為我哋要曲調嘛，嚇，嗰個唔知彈唔出來。我哋彈嘅時候講，有陣人嘅壓絲要講唱冇，但是唔講法時咧，然後強調都會出來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其實我哋會感覺到講，我哋咧師兄講，我都真實嘅北部嘅西安腔，我哋都講個南部西安腔。嗰時同我哋發現講，冇想到只係一開口，北部西安腔咧嗬。嗰時幾時嘅先生全部係北部西安人。係啊，全部係北部西安人。啊，鼓手嗰兩時我記得先生搞安利合法啦，因為嗰兩時係忙課語認證，還沒有。啊，鼓手老師認證，對，老師認證，所以鼓手嗰種是我就念劇本，用劇本來學習客家話，係啊。咁將我哋睇，我哋講我哋客家嘅戲曲以後，即係差唔多，譬如講我差唔多19嗱開始表演啦。19哦，因為你學校就會表演為主嘛，啊，鼓手1年生嘅時間，我們說以下，應該是下學期，就會本人上台。唔過都會上台，上台就係冇化妝，唔過你表演家下有講嘅打輕調、基本功，還有對答，安樣。咁真是開始表演開始有一啲戲劇地方有一啲角色，有即個嘅唱腔，有即個講法時間，差唔多哪叫啊？哪叫差唔多2年生就唱嘅三腳採茶戲咧。三腳採茶戲，松山採茶。有幾時話要學三腳採茶戲？有嘅，我哋睇客家嗰傳統嗰啲戲劇。冇錯，即學教係大家都會學嘅。好。啊，你幾時是有乜個角色冇？三腳採茶戲？沒有呢，就講有講法嘅角色。因為我們都說採茶難嘛，大家都一樣。不過還有講法。咁係對你講，唔知係1年生到3年生都係我哋唱客家戲劇係咪？因為我哋講喺後來即係差唔多1年生到3年生嘛，嗬，後來都睇我哋台灣戲劇學院，嗬，後來咪醫讀大學，
咁我其實我想要去讀大學一件事情。其實我國中、高中、大學都係啲戲劇學院，因為讀到就係學校升等，對，當好彩吼。係啊，我就國中1年到大學4年，就4年嘅功夫，學了客家戲劇。後來呢就到文化大學。就讀了研究所，不過我嘅研究所呢就會念戲劇、現代表演較多。咁我想問一下，10年咧，我哋客家戲劇嘅一個過程地步呀，有去過哪表演冇？有呢，全台嘅客種都行過咧。有印象過程嘅冇？印象過程咧，因為較多嘅就係苗栗啊，係啊，苗栗嘅。冇記唔錯，就中正堂還是中山堂，大部分嘅表演。對，就大部分嘅劇場地部度嘅表演啦。其實印象當中嘅愛台戲，因為先生要按你講戲啊，冇劇本嘅，講嘛該，做嘛該，你去搞嘅上年嘅講嘛該。嗰時候我嘅客家話嘅糧食咩訓練多，嘿，因為係嗰啲。嗰嚴時啦，嗬！如果唔係講伊啲討好嘅，嗬，係講乜嘅發生乜嘅事情，如果講乜嘅事情做乜嘅動作，係先生講戲嘅時間，全部都講客家話，全部講客家話，你聽得到？唔啲啊，真嘅唔要，老師可以說國語嘛？係啊，老師給你個眼神，然後你就乖乖跟着老師的眼神做好。可是我會發現到講，其實我能講客話一件事情，講去思想花10年，而唔單止話講客話，而係做客家戲。有時下我哋下我都同講，後來思想做乜嘅一批我哋喺台灣粵劇團，我哋馬上過來喲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灣粵劇團嘅莊思璇同人講，以前用花10年聽我哋喺台灣嘅客家戲劇，但是初同我哋講到呀，而喺台灣嘅粵劇團，嗰時哋後來要再演我哋台灣粵劇嘅，我就馬上嚟問下思璇講，做乜我再演我哋台灣嘅粵劇團？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頭先你講花10年聽我哋嘅客家嘅啲戲劇嘛，嗬，咁後來做乜我揀演我哋台灣粵劇團？咁樣有嘅故事嘅啦，因為嘅讀研究所嘅時間，我認識朱陸豪先生，嘅用是老朱陸豪先生學習京劇天八拜山，學習嘅時間呢，先生老人講，高雄做洋油呀，台灣粵劇團，嘅劇團呢嘅前演員有興趣嘛？嘅用是說高雄啊。應該是，應該係冇辦法啦，係啊，聽演咧。不過頭一擺我係拒絕的，不過過了當多時間咯，先生又問我就想，好啊，本我自家嘅一個表演嘅機會啦，我就去考試，咩挺好彩，就考運還不錯。對，就是很順利的，加上自家嘅條件，先生咩當中醫來，咁樣就考到台灣粵劇團。嗰時候你意思講，對唔對？我哋講做傳統戲劇嘅人來講嘅話，無強用演員嘅戲嗰種劇種，對你嚟講其實全部唔係問題係咪？其實有一句話係咁樣講。戲劇一家親，戲劇一家親，係啊，故所以就冇強用嘅地方講冇強用嘅話，像粵劇就講河南話，客家戲劇呢就講客家話，河洛戲就講河洛話，咁樣。故所其實我嘅基本功、4功5法都係強用嘅。我覺得一般嚟講嘅話，粵劇而家嘅唱嘅方法同講嘅法都同真正完全冇強用。都等於講，完全對頭嗱開始學係咪？係啊，真勁愛嘅，因為河南話老
反而有一些冲。古时呢，我时常是就唔知我切甲讲的有错也唔错，一个先生讲错咧啊唔错，系啊。古时我啲河南话上有一些时间会心虚啊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讲的对不对。讲的时间啦，哈。系啊。但是冲的时间应该冇安尼问题吧？冲其实冲就较冇问题咧，因为带爱。但是像你来讲嘅话，譬如讲，我哋客家戏曲嘅话，差不多用我哋咧客家山歌啦，哈，组成上来嘛，哈。但是京曲有京曲嘅，咁河南哦，伊嘛用我哋咧河南嘅嗰種色調嘅，變成也為河南戲曲嘅地位一部分係咪？沒有呢，不過就係其實每一個劇種都有自家嘅比較固定的版式、曲牌、腔調都有。嘿，啊，故說我對河南話咩對頭來學起，它的就是我們說的那個河南的梆子，對，河南梆子，係啊，就老客家戲曲完全就冇共用。我相信我哋嘅觀眾朋友吼，通常我聽到我哋那個台灣嘅粵劇，但是可能真係冇聽過嘛，粵劇地位伊個我哋嘅劇種吼，我哋係咪請我哋嘅師兄同人唱一段，好唔好？好啊好啊，今日就唱一段我自家到粵劇團，做小城嘅唱團嘅拍練法，吼，拍練法你播嘅好。6月3伏好熱天，大柴樵夫入深山，担子伸缩地上方，北连曲中饮清泉。哦，可是这唐风来就真正同就我哋講地位曲，這真的是完全唱風來都，我哋講台風來都冇同樣。係啊，一個還有態勢上，你就個陰陽上變化有一高一大一馬雙邊，故說兩部分咩係我知道東南嘅部分。那中國人話，你這個頭先講到，以前的話是講老師講一段就學一段，而家呢，係咪老師講一段學一段，還是要帶可以看啦？其實咩共用嘅學習經驗，因為河南話我完全唔曉，咩係朱海山，就是我們豫劇第一小生朱海山老師教我嘅兩個角色，拍練法地背讀嘅韓本。咩係一集詩講嚟講。哦，嗰時其實一學習嘅過程，都變成一個鬼漫長嘅過程咧。係啊，因為你係完全對冇同樣嘅一種曲種去慢慢轉到去我哋粵劇嘛，嗬。那因為我哋現場有帶有兩岸嘅鬼態嘅掛念嘛，又係唔知教佢本來嘅一個武神嘅一個扮相，又係用嘅一個扮相咯。呢下就係武生嘛，武神。呢下其實就係我你講嘅東方雅劇。嘿，佢本都冇埋一個講法，唔過佢嘅武打動作輕度，留一個阿楚誒武打在黑暗當中去做表演，咁樣，佢就係平常時嚟做嘅角色武神。你這個本身嘛係武神嘛，嗬？係啊。有部分係看起來像小神咧，嗬？唔錯，這小神部分咧就係因為係太好時間咧，要自家轉去。小神學習，留曹富勇先生，咩係京劇第一小生咁樣學習嘅小神嘅表演方式。因為我知道講我，應該係冇辦法一生年就做武神，係講我筋骨裸體啊咁樣。故所我就想要增加自己嘅表演嘅多方面呈現，故所我轉去小神，學習小神嘅表演方式。故所來到了粵劇團，其實沒有機會做小神。老武神嘅表演方式就較冇共用，因為武神可能要剛硬，小神就要柔美咁樣。
咁其實像我哋思璇啊，啲戲來講嘅話，其實一兩個都可以，因為神仙其實像武神，但是也免用上個都可以像我哋嘅小神哈。因為我哋講我哋台灣依靠台聽我哋經驗嘅下半人有啲公演嘛，哈。哦，有。因為我哋講看翻來，其實也都我哋從我哋下半人嘅公演嘅內容，哦，然後要做嘅幾種角色嘅一啲故事，哈，我哋講到佢談一下，都是即係談我有想講，哎呦。佢上我哋邊看思璇，好，其實你啊陳三良八通啊，第八度愛做嘅係白富順安陳奎，太情感，嘿，做得講係情感啊，因為呢佢以前呢就有看認識，應該講認識陳三良，不過呢個故事。清晨其實陳三良係改名過嘅，佢嘅本名叫李豐平，係個阿姊，加有個老太李豐明，因為阿姊就愛學弟弟讀書，幫創自家嘅阿伯父親母親，故所以就賣身，就有錢咧。然後阿爸咪用好咧，老太咪讀書誒，嗰樣是佢唔知安用誒，就本佢賣到強流誒，嗰樣是呢，我就陸豐拄到了強流嘅陳三良，然後嚟聽書，我咪讀書，嘅後來咧就又做到了個白富順安陳奎，轉多兩片嘛，就係嗰隻地方有陳三良，還有李豐明、亞老太。亞老太。嘿，一個故事就會講，亞老太拿點騙人嘅錢吶，按樣講，富豪的錢。那個富豪呢，其實就是想要買陳三良做自家嘅。小老婆，西本用安樣啦，因為亞老太唔知係陳三良係阿姊，剛好有講改名嘛，唔過佢經常就奇怪，兩個人係愛認識嘅啊，唔過佢係李豐平，唔係陳三良，故說有一個關係。其實就不好斷案嘛，就比如利益回避一下，係啊，不如我多兩片，我就會吞那個案件，就故說就其實就會還會還陳三良這個人情，所以我在心裡面的層次會說，奇怪為什麼陳三良變成案呢？底部都有夢來說，你還是以前的那個弟弟嗎？就是他幫助過我那個時候的弟弟。還是你變成拿老太強用，拿錢做事嘅人，其他一本太自家去劇場看。嗰種朋友其實從頭會有人講哦，哎，湯姆是勁劇哦，湯姆是嘛個語劇哦。其實你都看好多思璇嚟講嘅時候，一路講嘅係啲我哋平常時會讀到嘅事情啊，一啲貴小弟弟嘅姐姐可以買身去腳。弟弟去我哋去讀書學得講以後，即刻咪發生一件事情，冇想到講一個弟弟根本講唔清楚有個這些事情。其實喺我哋人生裡邊，冇錄講嘅故事裡邊，就幾多嘅故事，但是可能我以為講，嗰種唔是以劇嘅我哋嘅劇中啦，冇錄有嘅嗰位人，你發現咯，即刻唔是去唔敢去談，但是。思璇今年嘅故事都同人講啊，你講啦，以前係同我哋咧創我哋嘅客家戲嘅，見一變粵劇，但是你看啦，做對做戲嘅人來講嘅話，其實對佢來講冇乜差，但是對我哋來講嘛，我冇乜差，因為看戲最重要。戲做好唔好，其實最重要嘛。也戲嘅故事講嘅最重要。從這樣嚟對客家戲轉到粵劇嘅時間，唔係因為講也兩個劇種有乜差別。差別，知道咪最大部分嘅河南話咯嘅講嘅部分嘛，唱腔嘅係啊，都例如最基本嘅唱嘅部分同講嘅部分，但是表演嘅部分其實大部分差唔多咧，係啊。嗰時其實觀眾朋友講到見解，我都發現到講，唔管你今日看係客家戲還是粵劇，其實戲底部表演出來嘅故事，那係我哋最想嘅部分。休息下哦，等下我哋話談思璇講兒童研究所嘅事情。
反过来复起来嘅，上节目我哋台湾以剧团的资讯，我哋说明个演员对我哋客家戏变成我哋咧台湾的戏剧。我再请问一下哦，因为后来啊，唔单止去套去我哋台湾戏剧团嘛，即个嘛去套研究所。唔错。有冇问题啊？做乜去通研究所咯？因为做戏做好，做乜做通研究所咯？因为我知道我表演就是不足的地方，我希望去学更多嘅表演方式，我啲舞台上表演嘅時節，有較多嘅表演方式，本我去呈現，唔係講係傳統嘅虛擬化表演就做得咧。乜講到虛擬化表演？哦，虛擬化表演就請簡單啲有一筆茶，虛擬化呢，睇起來看唔到，嘅我係一個演員，然後拿起來。老記黏落去，我表現出我是另一筆茶。現代戲劇就冇咁樣咧，伊呢邊有茶筆嘅，就拿正經老記拿起來黏落去，按鈕。其實這是一個很小簡單舉例啦。還有另外一個太極卡可能看到就係馬鞭，我們可能在舞台上戲曲演員拿馬鞭，代表他騎着馬，但是可能在就是現代表演，我們比如說真的在電視機前面，可能就有真正的馬，對，會出現在電視機前面，但是在戲曲舞台上就會用馬鞭來代表馬。因為我哋最原始時候，應該都估計到我哋咧華人嘅傳統藝術地位最珍貴嘅部分啦。因為比如講我哋咧開門啊，鉗嘅扶鉗啦，然後食酒啦、飲酒啦，你起碼咩，你可以用一種表演嘅方式，來代表一個動作。嗰個嘢係我哋咧傳統戲劇裏邊最特別嘅部分。咁人哋變成你看我都識別嘅。係啊。咁安尼。對，如果本年嘅學嘅地方，我哋真實我哋去唔知家更加，譬如講唔管係以前嘅客家戲，無論嘅我哋台灣嘅戲劇，唔可以用得出來嚇。其實咩做得用得出來，因為表演嘅時節，我剛好有講，就因為我希望學到無共用嘅表演方式。嗰種傳統戲劇地位度呢，懂得嘅保護。因為它有程式化的表演，所以很多事情會變成我們，比如說，我做一個動作，可能這是我用看遠方，可是呢，我們可能生活化一點或寫實化一點，就是這樣就代表看遠方，或者是探頭看遠方，這樣子就是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表演方式。我知道你對我來講啊，在舞台上呈現是好的。就是愛傳統戲劇，然後現代戲劇，然後佢融合本現代嘅觀眾朋友接受，係啊。其實咱哋講嘅話，講係真的冇唔錯，因為其實吼對戲劇來講嘅話，伊嘛係停頓無強嘅人態，而這個本來都要改變。比如講我哋頭先講騎馬來講嘅話，明白嘅人搞生意嚟講，原來這個騎馬的動作，然後小朋友都說馬咧，對啊。好，如果沒有馬，好似有馬鞭，見看他有牛馬鞭嘅頭裡咯。摸一東西有馬鞭嘛，嗰時那個那個姐姐拿的那個是馬鞭，嗰時變成講唔來了解嘅東西，以前有幾多人講先輩知識，其實對於生意來講嘅話，伊可能都講，同我哋咧成代已冇共樣嘅，咁對人講把以前傳統嘅嗰度動作改良成更加可能，我用嘅我不是用現代的語彙、現代的肢體，好可以更加人可以了解嘅方法，譬如講唔同你講按你去看遠方。人家問人按你看遠方，人家係打數機啊！你看遠方，把它放大。我們從我吼，人家係先拿出來，按你放大看遠方。嗰時可能人家按你做下嚟動作，可能聲音嚟嘛嗰啲。那你看遠方，睇講，請問一下哥哥在做什麼？係啊。嗰時唔能嚟講，我都發現講，同樣係戲劇，其實戲劇會進步。我哋更加傳統嘅戲劇地方嘛，係對以前嘅人，譬如講我哋咧彩塔戲地方，慢慢的去。變成了更加客家台戲，好，嗰種其實傳統嘅戲劇嗰度動作裏邊嘛，會停頓時態，無窮嘅進步。嗰時我真的去海外，我希望講，海外嘅人思想睇海外講，看遠方，伊都拿咗個手機，伊冇按你哋放大，
啊，恁讲有这个问啊，更加爱人过一度这个看报纸的时间，迄拿顿书记先立刻放大，我们从天字书，啊，对，又老烦样，啊，对，又唔敢看，哦，明白看见唔讲，啊，譬如我哋咧传堂地方，好，嘅 menu 啊，嘅诗啊，吼，按写的啦，无你讲，抹个灰色的字啊，吼，银白色的字啦。哦 ，no， 啊，之前古话都讲，几度更加要个传统，为了要设计的美感，哦，抹个灰色的字底部白色的字，根本看得到。嘿啊，不是我用的呀，拿出书记的去放大，放大就好，优雅的把它放大。冇错。系啊，你都唔会讲，但是至少其他对更加要审判的人来讲，我发现也都有啲同道，譬如讲看个副看。好，以前我们看一个京剧的时候，小生好开门看副看，我挑一下。老师他在干嘛？我们给他模拟有副看的嘛。系，你出咗行做嘢，你做落这做。可是像这个，喺白我讲，我用我去把人家学嘅东西，加入到人家嘅传统嘅戏剧地方。你不希望讲我把呢度东西变喺地方度？我希望做啦，不过你下面嘅学习嘅阶段，所以也就是在表演嘅时节，此刻啊冇强用嘅表演，欣赏我先同意啦，欣赏我先同意，我唔敢讲，冇唔错，欣赏我先同意讲，唉，冇法好讲，冇法好讲，係啊，但是其实真的是一种进步哈，虽然讲可能传统我有一些冲撞。但是有时间你会发现讲，其实真正更加嘅时代里边有好多东西在改变啊。从你看传统，我哋咧挂起水漫金山寺，真的消防车都在洒水，以前那有安尼功能。因为更加人天阳宽度诶，你都要看这种哇大场面，这种东西，有时真的没办法，传统的戏曲还是做一些变化，让我想念看啦。系啊，像这个也作为新人的客家戏曲，同时又可以变成我哋台湾戏曲同。像也就表演的地方，唔同客家的演员是有嗰種特別的演員。其實主體啊，我哋好教好嘅客家戲曲，好似當到客家話以外，還有因為我有機會去到客家電視台，還有 CN 卡通頻道做嘅主持人，真經親身去客家莊。因為我係主持人，我做功課，我了解客家莊嘅乜嘅特色文化，因為嗰種時就會留來賓講法，我會知有乜嘅因為呢個機會啊，我對客家慢慢地去甲做功課，越來越認識客家。係啊，生意係喺度貪水好容易嘛。係啊，但是後來生意幾乎根本唔等於個客人看。其實變得算班的行業人，係啊，先推客家人，先推客家人，係啊。而且其實好多唔可以一開始講到，開始去我哋咧戲劇學院啊，一起到我哋做戲，其實要講到嗰度先生。因為其實從學戲一件事情，還是會有嗰種我哋個學識制啊，師徒制。是。從一路向有，因為唔知間讀到幾年。有呢，你知道青島，你幾年部分會講一些哦。好，唔怕，我哋先攞一個頭下，還把人哋準備一些，我哋諮詢呢幾年片。係啊，不過我一路行啊，行到呢下，我真係我感謝我嘅媽媽，還有家庭中心地位度嘅認養人馮阿姨，佢咩係客家人，嗰種是有機會落去見面時間。然後佢就老人講用客話老人講法，就知道哦，好有親切感哦。係啊，我很感謝兩位，因為真的就很像自己的親生媽媽一樣，就是一路上支持我做兩個客家台戲，做傳統戲曲表演嘅部分。我記得印象當中嘅時間，就係我研究所其實。差一時咧就冇畢業咧，因為當然啦，對啊，嗰種是我就歇困，差不多一學期這樣子，然後嗰種是媽媽還有跟他講的馮阿姨給我打氣加油，說
说不定现在的休息是为了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努力冲刺。俩激发本来动态嘅心情，给后来呢就奋发图强，把它写完了。论文啥？哎呀，一开始你这个讲係單親家庭的世界，其實我感覺到講，但是我聽人神通啊，真是感覺唔出來啦。好，因為其實我哋看好來諮詢如何一個呢，感覺到歸陽光啦，好歸愛上啊，一個聲音嚟。但是你談到一個故事，你會發現佢講其實唔係單親家庭，有兩個媽媽。其實兩個媽媽有時是都係幾多事情。好，因為從從我哋客家話地方有幾番都講。冇阿妹啊，吼，都門不去；冇阿爸啊，吼，都唔到底。也意思是講，假如說你沒有媽媽的話，好，那你就是每一天眼巴巴的等着爸爸回來。但是假如是你沒有爸爸的話，就媽媽的話，其實媽媽可以把家裡面照顧得非常好，你就好像生活依然是一模一樣。但是你如果幸運，有兩個媽媽。係啊，嗰時我睇到其實，思源前面看好來感覺其實係歸愛上歸陽光嘛，嗬。嗰時你見緊你這個先生的我哋咧台灣嘅醫劇團，對，你醫劇團以後呢，你這個有乜嘅打算冇？我這個有想愛發揚啲傳統醫劇表演。還有本太自家認識到台灣醫劇團，因為呢個時代看戲嘅人較少咧。故所我就剛好有講，希望攞傳統表演加現代嘅戲劇嚟嘅融合，讓呢現代嘅觀眾朋友能接受。故所嘅係我努力的目標。還有就係我自家嘅表演有較無強用嘅成績。其實唔單止喺某個劇種啦，唔講喺我哋咧客家戲曲，無論做咩我哋行到我哋醫曲嘅戲曲，其實唔講喺任何戲曲對思源來講嘅話，伊就會努力去做一件事情。我哋希望講思源下一擺聽我哋傳統戲曲嘅一啲路況地步，可以一行一道，同時觀眾朋友一定要支持我哋嘅台灣嘅傳統嘅戲曲。經過剛剛的諮詢，我看到我分享很多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。下半年呢，台灣醫劇團呢10月15、16有公演，歡迎大家來到劇場支持我們。其實我都聽我哋現場來，佢話認同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